谁要病啊？你在干嘛？玩手机啊？干什么？你干嘛？媳妇儿，你出来一下。啊？你出来一下。啊？喂！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。该，行了。哎，都给你，这就行了。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，单腿劈木板。来，这给我拿下。就这样，你会劈木板吗？这样啊。看好了。妈的！老铁们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，把手机里的啤酒倒到杯子里面来。装什么装啊？姐夫，你好厉害啊，姐夫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姐，快点过来，这里漏水了，快点！哪里漏水啊？快底下，快点一下，底下我就喊人，快点！妈呀，我看不到！快，掉了，我就喊人，掉了，我喊人去，快点，去喊人！妈呀！干嘛？昨天不是欺负我吗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就欺负我了。流血了！流血了！你有病啊！能不能给我放开？神经啊！送你个东西。滚！神经病！这是仙人球。姐，我朋友这回给我带了个柚子，你们的肉跟我们家的肉一点都不一样，来给你看一下来。不一样，什么样子的？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你喜欢吗？龙卷风，我要龙卷风的，不是故意的。